来继续要来讲，只要心中有爱，就袂有障碍。台东病院得到上好的证明。台东病院护理师集体来学手语，协助听障者顺利来就诊，找回健康。保全甲这个病患的比较画手，到底是要表达什么？让他乖乖的，然后这是回去的意思，走的意思。原来是用手语伫甲讲，爱乖乖，真紧就会使出院转去啊。穿粉红色的衫，这个安琪一出世就听无声嘛，袂晓讲话。即摆因为身心的镜头入去部立的台东病院，为了要互伊信任，医师、护理师到保全有23个人拢来学手语。可以的话，就是小指上下巴，要记得走，对，敲头2下要记得。利用透早开会时，为上基本的开始学起，佮请专业的手语老师录影片，加强大家记忆。护理师嘛，赶紧练习，不管是拢自我提醒。可能是通用的手语啦，但是有比较针对它有简化一点，对，所以我们学起来也比较简单。这是台东病院头一摆为了病患的需要，和医护人员做伙学手语，嘛好安琪愈来愈安心。让他感受到我们对他的关心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心情好，嘛好这安琪的病情好了真紧，提早2个月出院，即嘛真正印证，只要心中有爱，世界就无障碍。